靈魂咧，佢投身之前已經決定咗佢想嚟學啲咩，於是先至會有一份靈魂契約去約定嗰啲唔同嘅角色啊，觸發你嘅課題啦，或者係陪伴你或者幫助你去成長。好多人睇靈魂契約嘅過程，可能佢哋都係帶咗一個好奇心而嚟嘅，但係佢哋一聽個內容嘅時候，佢哋會有好多震撼性嘅反應，有好多唔知點解會起晒雞皮嘅 moment。原因係乜嘢啊？我哋大腦嘅局限係令到我哋唔記得咗以前過去世嘅嘢，因為你出世嘅時候個大腦係新噶嘛，咁但係靈魂係會有記憶，啲記憶咧係會從你嘅心靈嘅感受去帶出嚟嘅。That's why 點解你聽到靈魂契約嘅內容嘅時候，你會打冷震，你會有情緒，因為佢喚醒咗你一啲靈魂記憶咯。咁我知道咗呢啲靈魂契約啊、業力啊啲之後，咁我可以點樣處理啊？成個通靈嘅過程，你問咩都得，問你點解有呢個課題都得，問你應該點樣去處理都得。其實個個人嘅方法都唔同，我自己喺做呢個通靈嘅過程，我都學到人類以外，我認識以外嘅一啲價值觀，好多俾到我驚喜嘅答案。